大家好啊，我係嘉禾老師啊，咁我有30年教中文嘅經驗喎，咁知道咧，大家考 DSE 咧同佢打下氣，咁我點樣用一個方法去做一啲所謂嘅卷一課文嘅用題咧？今日咧就講個方法，用荀子嘅假與物為例咧，同大家一齊去學習啦。嗱，我哋其實咧舉個例子，荀子嘅勸學篇話咧，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最緊要個假字就係咧，善於憑藉外物學習，先能夠超越咗先天嘅局限噶噃。咁特別留意啊，其實咧呢個嘅假於物咧喺呢個啦陽徑呢個讀徑或者讀陽徑咧或者讀量咧都得嘅。咁咧楊注裏邊話啦，佢係比喻一個人嘅修身咧係需要假於借學習而成功噶噃。好啦，咁如果假設我哋問嘅問題係話君子善假於物，可唔可以舉出一個現今嘅生活例子加以說明啊？嗱，注意呢條題目必須要注意一點，就係話咧佢有一個先後嘅，未假於物之前係點嘅？能夠借住學習假於物之後，明白咗啲乜嘢？借住乜嘢去呢一個改變嚇？咁啊記住咧三部曲嚇，本無知，借學習，明道理。咁啊，舉三個例子啦。最簡單嚟講，喂，我生出嚟都唔知用適當嘅禮儀表達對父母嘅尊敬，知喎。但係好彩咧，老師教我讀《論語》，知道道理喎，明白咗咧要對父母存孝敬之心。於是咧遠行嘅時候講俾父母聽去邊，由邊有方，咁先真係明白孝順道理嗎？由無知借住讀《論語》，令到自己知道點樣孝順。呢個方法喎。第二啦。同樣道理，我唔識讀普通話嘅，我講得唔好嘅，但我能夠用人工智能學拼音講對話，終於能夠好流暢講普通話，同埋識到好多嘅內地朋友。第三個例子，航天員其實冇辦法適應無重嘅狀態，但係藉住一個先進嘅儀器幫我哋訓練咧，就能夠掌握咗慢步嘅方法咯噃。咁大家試一試，記住呢三部曲咧，你如果考呢啲試咧，就容易攞到比較高嘅成績。希望大家考試順利。今日講到，如果覺得好嘅，俾我讚我，咁我同大家再分享啲技巧。拜拜。